我先去洗个澡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，最好24小时开机啊！你最好遵守自己的承诺。麻烦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我马上要离开公司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司
正式转让给任意任副总。林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将是这个公司的第一负责人，法人代表。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共事。谢谢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今天不会是愚人节吧？不是，不知道啊，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说送就送了。我不管他们高层之间有什么猫腻，只是公司突然这么大的变动，不会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，这么大个公司，总得需要有人干活吧？咱们干好自己的活，应该没事的。我看未必，仁义那小子整天阴着一张脸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指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事。我跟你讲，这么大公司，轻轻松松的搞到手，等着瞧吧，后面肯定一场血雨腥风。行了，都别假模假式的了。我有话跟大家说。我知道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人事变故，大家心里一定充满了担心，很正常啊，说明大家很爱这份工作。为了帮大家排除心里的担忧，我就把大家心里的疑问解答一下。首先，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明白，说林一轩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把这公司拱手给我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答案就是关你们屁事儿啊！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老板，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好好干活，把嘴闭上。从此这些甜言碎语不想在公司听见，听见了没有？其次，我刚才还听到有个人说什么，我接手以后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。这词用的太他妈好啊！我最痛恨的就是人活着懒散，得过且过。我太了解你们了，你们在林一轩手底下都成老油条了，整天在这混日子呢。哼！我接手以后，绝不会纵容你们的。血雨腥风就要来了。
各位自求多福吧。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这种事还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来，请进。你看这可以吗？可以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。而赤子相识的爱情，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越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。我觉得快乐的意义，是谁还拥有？是谁怀念？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流走，还是再见。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早该停止风凉的游戏，愿对你放弃，就算路径而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哎呀，这么看来也像啊。哎呀，这家伙从晚上开始几口就对我心没结果。昨天说什么了？咱那个年纪都是正常的吧？而且我是正常的吧？哎呀，说是一看货就能知道，你岁数孩子都知道的都不知道，你这个卖菜英雄。你好，我来拿报告。谢谢。这次人工受精
又失败了。还是老问题，是精子的质量出现了异常。其实，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。没关系，那再多试几次吧。医生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比较合适？我看不用来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没这个必要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以目前精子的质量，成功受孕的几率太小，微乎其微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很准时吗？太太，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来了，来走。你呀，多喝点鸡汤补补，这样对孩子好。知道了，你也多喝点，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，等我把公司手头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。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文浩。
你还没睡啊？为了郑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公子们，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根据统计，自从我接手公司以来，公司的业绩上升了一大块，这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在这里，我为代表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。虽然现在公司业绩还说得过去，但是离我预期想象的还相差甚远。说难听点啊，公司之所以会有些成绩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上升期。就算你们不努力，公司也一样发展。也许林一轩在位的时候呢，对这样的成绩会感到很高兴，但是我不是他，我对这样的成绩很不满意。作为在这个行业里刚刚兴起的公司，我希望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每一个策划案感觉我们都在拼命，我要让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望而生畏。你们呢？暮气沉沉。大家都知道，公司在人事方面正在做调整，接下来调整力度会更大。那个老头又来了，让他滚。是。
那任总，这次人事调整主要涉及公司哪部分员工呢？高层领导、中层领导还是下级员工呢？这次的人事调整会关乎到所有人，每一个人。所以各位，更大力度人事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谢谢。林总，您还好吗？您也太折磨您自己了。嫂子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节哀吧。林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我们担心了。您真的没事吗，林总？您说句话好吗？谢谢你为公司做过的贡献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下一个。您别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然您就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我去给你买些吃的。难道是注定？难道是你？不能放弃。我如此的真心，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
那我们牵牵，妈咪牵牵，谁下来接我们呢？什么来了？谁下来接我们呢？啊？你来啦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我都没有你的消息啊。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事儿啊？什么样的公司啊？广告公司。广告公司？跟林怡轩一样的广告公司。怎么会？林怡轩把他的广告公司送给我了，当做这么多年对你伤害的赔偿，不算多吧？别瞪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别着急，以后你就都知道了。放心，林一轩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我敢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们俩见面的机会多着呢。你把公司转让给仁义之后，他顺理成章的夺标成功。不到1个星期，他就开始给公司换血，陆陆续续的把那些老员工都辞退了，也包括我。林总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想想，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那么难，你都可以挺过来，我相信现在你也一样可以挺过来。
那么几个人把公司交给你，就要搞我老婆，还我公司，搞我公司，你为什么？说呀！你有老婆，你干别人老婆；你有老婆，你把别人老婆当小三养。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骗子、傻逼！我他妈打死那个王八蛋！有本事你就整死我，有本事你就干死我！你是个王八蛋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老婆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需要却那么强烈，我干的那么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平时亏钱他亏的太多了，你还想让你老婆为你抱着贞节牌坊每天等着你？你做梦！我不喜欢你老婆。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他一眼我都懒得看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爱奶梦，你爱的是别人，对吧？啊！你每天在大街上等谁呢？啊！你以为那个人会来找你来吗？不可能！别做梦了！我打死你！来啊！打死我吧！我们俩刚才说的话，乃木就全会听见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跟别的男人上过床，她听到这些话会反应怎么样？你的公司，你投标失败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只要你一参与就失败。慢点儿，别跑，别跑！江，怎么会是你？要不是带着孩子玩，今天还真不会碰到你。你就准备一个人喝呀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说了话长，还是说说你吧。这些年你怎么样？当年我和唐敏熙从公司撤了股，又开了一间新的广告公司。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，是在你们闹掰了之后。你相信我。行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
你跟唐敏熙两个人好了，那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事情。作为朋友，我应该祝福你。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公司怎么运行，怎么发展下去。你和唐敏熙闹成那样，现在我又和她好了，这你什么意思吗？我要离开公司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跟唐敏熙好了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吗？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毕竟是利益至上。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哥们儿，生意，季阳，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那么多年的生意伙伴，看来这一次我真的应该祝福你。聊了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一直自诩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你，不愿意待在你的背后。有了新公司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人们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，有些则可有可无，而有些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但是这样，人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买东西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购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幸福感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幸福感放大，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触碰的商品。魏总，快去看看吧，唐总和客户吵起来了，快点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笑话吧？你拿这种条件来见我，你有脸吗？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们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保安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废话了。保安，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做生意的。你们是土匪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你去不去？要不然我叫保安给你抬出去。别动手，我自己会走啊。吴总，哎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道歉，好吧？用不着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叫保安把客户轰出去呢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是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。谁想和气了？我就不想跟这种白痴做生意 ，OK？
怎么了？最近你怎么总是情绪有点不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想自己安静一下，好吗？请。我本来以为有了唐敏熙和新公司，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。可是敏熙是你的，我夺不走。虽然你和他分手了，他也不爱我。我只是你的影子，或者干脆就是他报复你的工具。一个人喝酒呢？您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坐下，坐下。不喜欢啊？那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我送给你。可以走了吗？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个孩子的妈妈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女人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很普通的工作，组织了家庭，生了儿子，从此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心。每天一家三口过着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的生活，我很满意。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在纠结。当年我勾引了朋友的女友，毁了她的前程。我一直想找到她，跟她说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后来你找到爱宝了吗？我最后一次见她，她已经怀孕了，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。
一轩，来吃饭吧。宝贝，真棒，把书交来了，来来来，来，小妈慢着来。哎呀，宝宝，哎呦，慢点啊。正好啊，一会儿我和小文都得去上班，你就在我家待着吧，让豆豆陪你玩。豆豆陪着他，人家一个大男人，一天哄孩子呀，真是你以为跟你一样？可以的，反正我没事。不好意思。你有住的地方吗？有。你呀，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。你一个人又得胡思乱想，就踏踏实实住在我这儿。就是，那我发现我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你，是不是乖乖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背起来，你把它背起来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书上说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别离，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这每一苦都能让人痛彻心扉，而这8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的，所以又是最平常、最常见的。所以这就要看你的心态。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滋味，要坦然面对嘛。看不出来几年不见长见识了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那走了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吃完吧。
小男孩就是很调皮啊。对啊，精力很旺盛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你在上面一定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否会有结果，但我只知道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做下去。你前2天给我看的照片，林逸轩也不是这个状态啊。这小孩是谁啊？跟他什么关系？这孩子是一个叫魏继阳的男人，林逸轩现在就住在他们家。魏继阳？魏继阳又是谁啊？据我调查，魏继阳和林逸轩多年前就是朋友，还一起开过公司。后来魏继阳设计抢走了林逸轩的女友，还搞垮了公司，2个人的朋友关系也就结束了。最近几天，林逸轩住进了魏继阳的家里。他抢走过他的女友，还搞垮过他的公司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仇人才对啊。你看这好的跟一家人似的。这个暂时还没调查清楚。赶紧去查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好的。